你有冇試過一種情況？你對跑鞋明明係新買嘅，避震又做得幾好，你跑條路亦都非常平坦，甚至你覺得自己個跑姿左右腳落地似乎都幾對稱。但係好奇怪，當你跑長課 long run 超過10K 或者半馬之後，硬係只有某一邊特別痛，可能係左邊膝頭哥痛，又或者係右邊條腰特別酸。你可能會諗，死火，係咪我長短腳，定係我肌肉失衡？大家好，歡迎收睇 Running Rex。其實個兇手未必喺你對腳度，而喺你個肺度，或者準確啲嚟講，係你個腦點樣去控制你呼吸同腳部嘅配合。喺運動科學入面，呢個叫做 Locomotor Respiratory Coupling， 簡稱 LRC， 運動呼吸耦合。今日我會由物理學同生物力學嘅角度拆解下點解你嘅呼吸習慣可能會令你跑緊步嗰陣，每一步都好似用把大錘鑿緊你身體嘅同一邊，同埋點樣透過一條簡單嘅數學題去解決佢。首先我哋要講少少物理，跑步其實係一個不斷對抗地心吸力嘅過程。當你每一步着地嗰陣，你身體承受緊嘅衝擊力大約係你體重嘅2至3倍。假如你有70公斤，每一步膝頭承受緊嘅就係超過200公斤嘅力量。聽完你可能會好驚訝，咁大嘅衝擊力，點解我哋條腰唔會即刻斷？答案就係因為我哋有核心肌群。但好多人對 core 有個誤解，以為核心就係腹肌。其實喺生物力學上，真正支撐你條脊椎嘅係一個叫做腹內壓 （intra-abdominal pressure）， 簡稱 IAP 嘅物理機制。想像你個身軀係一個未開蓋嘅汽水罐，當個罐充滿氣嗰陣，佢係好硬淨嘅，你點樣踩佢都唔會變形。我哋個橫膈膜就係個罐個蓋，當你吸氣嗰陣，橫膈膜會收縮下降，壓向你個腹腔，令到腹部壓力增加，就好似幫個汽水罐泵氣咁。呢個時候你嘅核心係最穩定嘅，可以好完美咁吸收地面嘅衝擊力。但係我要強調個但係，當你呼氣嗰陣，橫膈膜會放鬆上升，腹內壓就會下降。用翻頭先個比喻，就好似個汽水罐漏氣咁。呢個時候如果你隻腳咁啱大力踩落去，你嘅核心失去咗氣壓支撐，骨盤同脊椎就會變到唔穩定。嗰200公斤嘅衝擊力就會直接由你嘅關節韌帶去硬食。所以簡單咁講，當你吸氣着地嗰陣，身體就會穩陣；而當你呼氣着地，身體就變得脆弱。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呼吸係氣體嚟嗎？睇唔見，摸唔到，我點知自己有冇因為呼吸搞到身體唔穩？其實雖然簡單嘅手機 App 係導唔到你個肺係充緊氣定係漏緊氣，但係身體穩唔穩定係絕對可以用數據量化出嚟嘅。當你用手機做步態分析嘅時候，就要特別留意垂直振幅同埋觸地時間呢類數據。雖然目前嘅 AI 技術唔使你帶住啲複雜嘅 sensor 都能夠度到呢啲數據，但佢哋係好誠實嘅。試諗下，如果你呼氣嗰一下核心唔穩，你個人就會好似泄咗氣嘅氣球咁，落地嗰一下可能會坐得低啲，導致觸地時間變長，或者身體擺動幅度變大。呢兩個指標正正係反映緊你跑步嗰陣身體核心唔穩嘅現象。如果你發現自己喺跑步後段呢啲穩定性指標出現異常，好大機會就係你嘅呼吸節奏亂咗，令到核心失去咗保護作用。如果大家想知自己嘅核心有冇呢方面問題，喺下面描述欄有條 link，click 入去就可以免費做個初步評估。當你明白咗呼氣着地會令你身體承受較多壓力呢個物理定律之後，跟住我哋就要睇下大多數跑手嘅習慣。絕大部分嘅休閒跑手，甚至係一啲有經驗嘅 runner， 都習慣用偶數節奏。最常見就係2:2呼吸法，即係跑2步吸氣，跑2步呼氣。試下幻想，當你剛開始用左腳落地，即係吸氣，然後就到右腳落地繼續吸，
而到咗第二次左腳再落地嗰陣，就變成呼氣，跟住右腳落地，就會繼續呼氣。喺呢個循環入面，你發唔發現到個問題？如果你係由左腳開始呼氣，喺2:2嘅節奏下，你每一次開始呼氣嗰一下，最大嘅衝擊永遠都係由左腳。根據美國田徑教練 Bud Coates 喺佢本書《Running on Air》入面提到嘅研究，當你呼氣嗰一瞬間着地，身體承受嘅衝擊力係最大嘅。如果你跑一個10公里，大約要跑幾千步，即係話你逼緊你支左腳喺你核心最弱嘅時候，單獨去頂幾千次嘅重擊。呢個就係點解好多人跑姿明明冇問題，但係永遠只有一邊腳受傷。呢個叫做衝擊力不對稱 （Impact Asymmetry）。長期落去，單邊嘅應力性骨折 （ITBS） 髂脛束症候群就會湧上門。咁點樣解決呢？答案就係打破雙數，轉用基數呼吸法。對於大部分長跑或者 LSD 嘅配速，好多專家都推薦3:2節奏，即係吸氣跑3步，呼氣跑2步，總共係5步一個循環。我哋又再幻想下，當你個呼吸節奏變成以單數去完成每個循環之後，你會發現神奇嘅事就會發生。呢一次呼氣着地嘅腳變反左腳，透過3:2呢個奇數節奏，你身體承受嘅衝擊力會好似鐘擺咁，不斷喺左右腳之間輪流切換，就好似汽車車胎要對調一樣，咁樣可以確保唔會有任何一邊嘅肌肉或者骨頭會出現過勞。至於具體點練呢？剛開始可能會覺得好亂，你可以喺心入面默默咁數，吸吸吸，呼呼，吸氣要深啲，因為要吸3步，呼氣要快而有力，分2步呼出嚟。起步嗰陣慢啲，專注喺腳步聲同呼吸聲嘅配合。一旦你個腦習慣咗呢個節奏，佢就會變成本能。你會發現跑起上嚟順好多，側腹痛嘅情況亦會少好多。總結下今日4個重點：第一，跑步唔單止係練腳，仲要練呼吸配合。第二，呼氣嗰陣核心最弱，着地衝擊最大。第三，偶數呼吸即係2:2呼吸，會令單邊腳長期受壓，容易受傷。第四，試下轉用基數呼吸，即係3:2呼吸，將衝擊力平均分佈翻俾2隻腳。當然，由2:2轉去3:2係需要時間適應嘅，可能頭幾次跑你會覺得個腦好忙，甚至會亂晒龍，呢個係完全正常嘅。俾啲耐性，當你掌握到之後，你會發現長距離跑步嗰種順暢度同續航力會有明顯提升。最後，如果你想知自己改咗呼吸方式之後，跑步嘅穩定性有冇改善，記住善用科技，你可以 click 下面描述欄條 link。用手機拍段片 ，AI 就會幫你分析你嘅步頻、觸地時間同垂直振幅。試下用3:2呼吸法跑一段，再對比下數據，相信你會見到分別。如果覺得呢條片幫到你嘅，記住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share 俾你身邊成日話腳痛嘅跑友。我哋下條片見，Keep running。